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3号。这一期我们聊一聊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就是 FT 中文网，它的标题叫《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的正当其时》。文章开篇就说他说经济民粹思想是全球各国在社交媒体时代共同面对的一个新课题。此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恰好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想基础。好巧不巧这个诺贝尔奖颁奖以后很多网友感慨说日本拿诺奖又拿到手软了。然后咱们的媒体喉舌10月16号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拿没拿洋奖定义不了中国发展水平。为什么说巧呢？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反映的就是经济民粹思想。喉舌的这个说法实际上恰恰就是经济民粹多少有着这点味道。我们看到文章怎么说的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半奖金授予了经济史学家莫吉尔，表彰他揭示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另一半奖金则授予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这个我在有一期节目说了我把它比喻成那个就像健身一样我们健身实际上就通过对这个肌肉纤维的这个破坏，对吧？然后让它恢复以后它就比原来更强壮，大概这个意思不过有观点认为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是把那些陈词滥调模型化、数学化而已，毫无新意。从社会科学角度，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更多的数据必然使得社会科学会从单纯的思想实验转向数学模型，这是学科发展的规律。这反过来也可以验证思想，使得思想更加精细、更加接近事实，进而具备对现实的指导力。实际上说此次诺贝尔奖不但能解释中国过去的经济改革成功，对于当下的经济运行现实也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这个说法似乎与这个拿没拿洋奖定义不了中国的发展水平有那么一点点出入没有自动看齐。这个获奖者之一默克尔撰写的《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通过对1700年至1850年这150年间英国经济的深入考察，将思想史置入经济史分析的核心，再结合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构建了一个思想、制度、技术的因果链。这个因果链就是对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和英国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论证了启蒙运动带来的创造性及其对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信念，影响了英国思想家、发明家、企业家和工匠的经济行为，进而引领英国迈入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默克尔认为英国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源并非仅是地理、资本等物质因素，更深层的动力源于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进步信念、理性精神。启蒙思想改变了社会精英和大众的信念，新信念催生了鼓励创新与竞争的制度，这些制度进而激发了技术与有用知识的积累与运用，三者协同作用，引爆工业革命。不过在这个文章的作者看来他说这个竞争的制度与专利制度、议会制、反垄断，他认为仍然需要观念底座。他说这才是启蒙经济的意义所在。他说被视为启蒙运动旗手的伏尔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强调天赋人权，反对特权和不平等现象，认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复杂市场现象打包，用一个基础观念去限制社会过分陷入赚钱是否合理的这种纷争。思想对经济的影响是无微不至的，贯穿于每一个交易中。大家还记得这个白猫黑猫吧？当年的白猫黑猫论就是自上而下的破除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的负面的看法。当赚钱有了合理性，才有了后来
波澜壮阔的市场经济改革，才有了中国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上个世纪90年代初啊，那个时候论调是什么呢？你干什么事情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啊，这一切啊离我们其实不远了。实际上中国在计划经济中的时间并不多，不到30年。但是反观俄罗斯啊，在计划经济中度过了70年。强大的惯性思维，缺乏市场经济合理性的认知，会束缚市场经济发展，最终限制一国经济发展。他说，一定程度上，随着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民间舆论正在陷入这种纷争。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国庆前有这样一个新闻，深圳一公司因台风停工，耽误了工期，为确保国庆节前啊货物及时发出，要求员工在27日，就是周六当天补班1天。当个别员工不满，投诉至劳动部门后，公司按照劳动局要求周六放假。但实际上呢，这家公司在员工福利方面做得非常好，部分特殊日子即使非法定假期，公司也会放假半天。年底一直坚持放假2个星期，而是不法定的1周。随后公司宣布取消这些额外的休假，一律按照国家政策执行。实际上这种就是双方毫不妥协呗，也就是公司认为我们仁至义尽，对吧？就是不是法定假期我也放一些假，那就希望对吧跟员工啊之间达成一种叫妥协。那有的法定假期呢，你也员工呢就放弃休假，这样实际上是双方一个协商，对吧？但是呢，说这种丝毫不妥协的双输局面，某种程度上源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对资本、对企业的负面态度。员工把自己看作和企业平等互利的劳动交易主体，才能感受到企业的善意。这个确实这样的啊，大家想象一下啊，现在网上啊，平时聊天中啊，生活中我们经常就是把那个矛头指向资本，对吧？我们被资本设计了，我们被资本怎么着了。然后这个很多这个所谓的专家啊，动不动就是什么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这个就是有形无形的、有意无意的把我们和资本对立了。他忘了啊，其实牛马韭菜和资本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是深深啊，在某些人的这个有意无意之下，把他们对立起来。所以很多人混得不好，都是埋怨资本。实际上资本它是个中性的，如果员工把工作看作是企业得利、自己受损的契约，那么企业的任何善意都不再成立。所以观念对经济的影响无所不在，不仅是负面态度，一种民粹化的反市场的经济观正在流行。看到必胜客的橙汁是大瓶果粒倒入玻璃杯，售价19元，网友会吐槽普通饮料倒进杯子价格就翻6倍，这钱太好赚。网友发视频吐槽机构媒体煞有介事当作新闻报道，因为有流量还会附加一句，据查一瓶450毫升的果粒橙售价3元，当消费者觉得不公平了，就不会消费。观念对经济的影响无微不至。从更大的范围看，在当下中国，在制造业、科技行业中积累的财富，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得到公众的认可和接受的。当然，即便以技术为根本的互联网公司，也未必能得到公众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在消费行业、服务行业获得财富，接受度就会低很多，这就会抑制这些行业的发展。说，比如现在餐饮业就很难上市，获得资本支持，而资本被公众认为是造成食品安全的原因，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行业发展，比如食品安全等问题的解决途径，反而是需要依靠资本，提升行业集中度，扩大行业中的企业规模。这个文章说的我是认可的啊，就是说资本介入啊，实际上是有利于解决食品安全的，因为资本它是中性的，那资本通过整合的吧，通过兼并，通过这个企业规模化，这样让监管呢才有抓手，让监管才有了这种就落地的吧，可执行的这种条件，否则都是成为纸上谈兵了。你没有办法把满大街的小商贩把他卖的东西都检测一遍，对吧？你也没办法让这满大街的小商贩，你说你的卖的东西必须先送到某个地方检测，这都不现实。但是你也不能说把他们管住，说不准你卖。所以说啊，就是资本通过它的市场化兼并，这样有利于啊你提高食品安全。但是说到这个餐饮业
很难善事，这个作者恐怕不太了解。我在以前节目经常反复讲，中餐馆为什么不能善事，善不了事啊，这里就不多说了。这个不是说消费者喜不喜欢的问题，也不是说资本支不支持的问题啊，是因为这个中餐啊这种特殊的业态，在目前咱们这个监管环境之下，资本市场运作这种条件之下，中餐馆是善不了事的，而且善事呢，它也没有前途，也做不大。咱们实际上有一些中餐馆善事了，你比如说那个全聚德，对吧？我看再过2年恐怕要退市了。以前已经上过一个叫什么，有一家餐饮公司啊，后来改成大数据，后来改成平台，后来改成算法算力，也已经退市了吧？啊，这些咱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就不多说了啊。这个文章说啊，它是经济发展依靠的是经济整体的循环，制造业的发展也需要依靠整体经济的循环。在内循环越来越重要的当下，国内各行各业的整体发展是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强调消费，这就必须消除公众对制造业、科技之外的行业的误解。他这个说法也比较流行啊，也就是说我们也可能是这种观念，或者是我们长期以来这种若有若无的这种宣传啊、洗脑，让我们更加崇尚那种硬科技，认为只有硬科技那才是，对吧？才是王道。完了之后，你有硬科技，你赚了钱，那我们再服你。确实有这个心态啊。你就比如服务行业赚了钱，那我们觉得你干这个的，你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呢？然后我们也有可能啊，而且就要批评他。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直播带货的，人家一晚上能卖1个亿，对吧？几十个亿，那大家很多人就多少有些人还是看不起的啊，说你看他就在那叭叭叭说一说，完了这个一晚上就能卖几十个亿，确实有这种现象啊。文章说啊，要理性的看待这些复杂经济现象，理解其中的合理性是有难度的。市场经济的是复杂的，人类在市场经济中创造出精密的社会生产网络，无数人利用自己的智慧，在自己的环节中为自己谋利，演化出各种精妙的行为，很多时候令人叹为观止，意料之外，却在经济和市场的情理之中。而这一切通过短短几分钟的视频是无法理解的，这一切没有微观经济学知识是无法理解的，这一切没有行业市场经验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有市场经验也会被新的经济现象所迷惑。比如营销和渠道为本的中国首富就会认为网络直播销售不创造财富，但不管是实体线下营销还是线上营销，它们本质是一样的。甚至在舆论文化这些东西的影响下，连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也会认为服务业是不创造财富的。所以他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大众需要具备经济学的专业知识，而是流行的观念如何影响大众。观念会成为经济发展最基础的推动力，特别是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话题设置与政策的互动越来越强，但不理解市场的观念越来越强的时候，对经济发展不是好事。反过来说啊，马斯克这些美国科技富豪的最终保障仍然是美国民众头脑中的启蒙运动的观念遗产。也就是说啊，有一天如果美国民众啊他的头脑变了，那也有可能，对吧，把马斯克给分了。这种现代社会的深层转型就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观念，也就是说啊，我们的整个社会观念要适应这个市场经济，要转型。如果整个社会观念还是停留在过去，你这个市场经济也搞不长，也搞不好。就是反观阿根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该国的民众观念，特别是影响深远的庇隆主义，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背后是经济结构、政治理念与民众诉求之间长达数十年的相互作用。文章说啊，他说过度的社会福利体系、对自由市场的负面看法、对政府干预的支持，这些底层的基础性的观念，恰好使得阿根廷陷入此次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叫菲利普·阿吉翁所分析的那种困境。他说，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利润，会游说政府阻断新的竞争者进入和有利于创新的改革。在这里，通过市场发展起来的创新者会被视为一种市场的不当得利者，经济的蛀虫。于是阿根廷的社会福利和劳工政策、政府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这种寻租社会的特性，抑制了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经济迭代再生的过程。这文章最后说啊，他说，即便当下如米莱政府这样为应对危机而
削减社会保障、加大市场的作用，又立马会触发民众中的闭笼主义思想烙印，加剧了民众的失落感和对市场化改革的抵触。这又使得任何试图转向市场经济模式的努力都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这正是现在米莱所面临的。总之，经济民粹思想是全球各国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共同面对一个新课题。此次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恰好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想基础。实际上说来说去文章观点认为还是要启蒙，也就是我们现在市场经济的这个叫反垄断、专利制度、议会制这些，对吧？组成市场经济的这些制度它需要一个底座，观念底座。这个观念底座就是启蒙经济，就是启蒙运动，就是什么呢？天赋人权、反对特权和不平等现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些东西要深入人心，这是基础。当大众基本上都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你自然的才能谈到说市场经济。这是作者的个人看法。我认为在当下这个看法我是非常支持的。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当下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在韭菜牛马，对吧？不知道要什么，也就是作者所说的这些基础的这些启蒙没有。它表现出来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很多专家、很多这个股民一边喊着市场经济，对吧？一边又喊着要政府去干预、去调控这个指数，对吧？这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不是说政府不能干预也就是出现股灾、重大的这种突发，对吧？这种系统性的问题的时候，政府要第一时间干预，避免它崩盘呢，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凡事都要政府去干预，但是一边又喊着市场经济，这个就问题来了。有的时候不是政府要管是我们老百姓希望政府去管一下，凡事，对吧？都希望政府去插手，政府无所不能，政府的这种职能就越来越大，他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为了管这些事情，那政府他就必须得叠床架屋对吧？层层设置，那机构是越来越复杂，因为它越管越细方方面面都要管起来。所以这个文章说这个对自由市场的负面看法，对政府干预的支持，这是底层的基础性的观念。当然了，过渡性的社会福利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就是矛盾还不突出叫过渡性的社会福利，那只是体现在个别人身上，对吧？比如胡锡进老师，对吧？比如这个公务员、国企，对吧？他们恐怕是叫过渡社会福利体系，但是对广大的韭菜牛马谈不上。他这个说的是阿根廷，但是咱们，对吧？对自由市场的负面看法，对政府干预的支持，那我们这儿是，对吧？是大行其道的。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对吧？有的时候这没办法概括就是比如彩礼合理不合理呢？它有它不合理的部分，但是也有它合理的部分。那彩礼怎么解决呢？彩礼实际上需要潜移默化，对吧？需要发展经济，当事双方协商，对吧？双方平等的这种博弈，也就是说，这个不就是市场经济吗？你双方只要不违法，对吧？在法律框架下，你们自己协商解决，政府不应该干预，政府更不能出台一个什么，对吧？就像某些网红超市他居然还出台政策你只能3桌，你只能5桌，对吧？你只能一桌多少钱，抽什么样的烟，喝什么样的酒，给你规定的死死的，这叫市场经济吗？连一个小超市都能去管，那政府管的不是天经地义吗？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逻辑连个彩礼都需要政府去管的话，那政府又得增加一个部门了，对吧？一直到基层社会，那得增加多少人呢？编制是不是又得扩大，对吧？那你们是不是大家这个税是不是又得多交一点？土地财政是不是都压力更大？是这意思吧？对吧？所以彩礼这东西通过什么呢？经济发展，这个大家的变迁，对吧？大家这个观念的变化，慢慢的，那政府只能引导，只能教育。我只是举这么个例子那但是你看社会上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在那喊，希望政府管一管这个彩礼？很多人其实忘了这种东西越管越乱，对吧？你只要一管，人家会以别的形式出来，因为基本上是叫治表不治根，对吧？你不要人家彩礼，不许收彩礼，那行，别人就会提别的要求，那你就管去吧。这只是一个例子那大家可以想想其他的，你就发现了，如果都希望政府去管，那本来政府现在这个责任就越来越大了，就变成一个大政府，你还让他管这个管那个，吃喝拉撒全管上，生几个孩子也管。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对吧？侯蛇的这篇文章也很有意思，拿没拿洋奖定义不了中国发展水平。他这个实际上你要仔细读一读，感觉好像也挺有理的说中国科技创新的目标从来不是诺奖。就我发现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你要孤立的看这篇文章，你仔细分析分析，似乎好像也说得过去。但是你把这文章和别的文章的吧，把它混到一起看的时候，你发现这就是妥妥的双标。什么意思呢？拿没拿洋奖定义不了
中国的发展水平。那拿没拿演讲，是不是也定义不了中国体育水平？那这奥运会，你天天派那么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去报道，又夺了多少枚金牌，多少枚银牌，排第几？为啥那么重视呢？然后你对吧？有国家出钱培养那么多运动员，是为啥？是准备拿什么奖？拿我们自己的奖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还去参加这个奥运会？完了之后还这么重视呢？你想干什么呢？你为什么那么在乎奥运奖牌呢？是不是想用洋奖来定义咱们的体育发展水平啊？又比如啊，当这杨振宁对吧，老先生刚走啊，那杨振宁为什么能在国内对吧受到这么礼遇，跟他的诺贝尔奖也没有关系。我们假设呀，杨振宁老先生他没有获诺贝尔奖，那他在国内能受这重视吗？我们再回忆一下那个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那是怎么报道的？所以你就发现啊，当我们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们对吧就说诺贝尔奖管用，非常厉害，对吧？我们就突出这个诺贝尔奖的意义，标志是什么？当我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诺贝尔奖算什么呢？对吧？那东西不能定义我们的发展水平，而且我们的目标也不是拿诺贝尔奖。你发现这不有点错乱了吗？对吧？也就是好坏标准，真理的标准就掌握自己的手上，对吧？掌握在自己的嘴上，想怎么说怎么说。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我们个人啊是可以这么干的，就是当你认为你混得不好的时候，那你要考虑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尺子，对吧？世俗的尺子未必适合你。比如你学习不好，你初中高中学习不好，那大家看你的吧，从你的父母到你的亲戚到你的同学到你的身边的人，恐怕都认为你不是个好人，不是个好学生，因为他们只是拿成绩来衡量你。而如果你自己也这么认为，那你就完了，你这辈子就完了，你也拿成绩衡量自己。所以你就得换一把尺子，对吧？比如是情商，比如说你的这个吃苦耐劳，比如你这个对吧有这个闯劲，比如你适应社会的能力，这些都是尺子，对吧？你学习这把尺子，成绩这把尺子不行，那你就换一把尺子，对吧？你也会走向所谓的成功啊，或者是自己会过得更好，对吧？如果你还抓着成绩这把尺子，那你这一辈子就毁了。就是从我们个人来说啊，我们应该这样，就是我们不能拿一个某个尺子来衡量自己，对吧？你就类似于北京日报说的，不能拿洋奖来定义我们的发展水平，这是针对个人。但是针对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来说，你这就不行了，你这就属于自欺欺人。我为什么说个人他不算自欺欺人呢？有人说啊，那你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不是啊，因为我们个人抵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对吧？你这是一个非常一个个体啊，抗风险能力非常差，你没有办法全面发展，你没有办法系统化，对吧？你只能是扬长避短，我哪儿长我看哪儿，短呢就算了。而国家不一样，对吧？集体不一样，就组织不一样，因为你是凝聚了这么多智慧，这么多，对吧？你是一个国家，你凝聚了各方面的这种人才能力，结果你把一个国家你矮化成跟一个个人一样，搞精神胜利法，这个你怎么发展呢？知道什么叫对标吗？对吧？我们总是有一个目标啊，要追赶超越，这叫对标。好了，你说我们不需要目标，对吧？作为一个国家，我也不需要跟别人对标，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演讲不就是对标吗？一个国家如果你不能去对标的话，你不就是自娱自乐吗？关起门来自嗨，对吧？你可以随时宣布你是第几，没关系的。所以说啊，这种双标，这种精神胜利法对个人是管用的啊，减轻个人的痛苦，减轻个人的焦虑，有利于个人发展，找到自己长处。因为我们个人不是全才，你没有办法全方面去发展，但是国家是可以的，因为你各方面人才都有，对吧？各方面资源你尽量可以就是叫全面发展。你比如说啊，我们既要发展外贸，也要发展内需，你不能光是一个制造国，我们也希望我们成为美国那样的这个叫消费国，这就叫全面发展，对吧？我们既要有科技，先进的科技，我们也要有这个文化人文精神，对吧？我们还要有这种制造，我们不仅有高端的制造，我们还有适合那些普通人去工作的那种制造，对吧？而且一个国家只要足够大呀，像这样的一个大国，那更得全面发展，它还不是个小国。所以这个时候，对吧？你玩双标，我拿到这个奖，那这个奖就好，这个奖就代表第一啊。你看，那我拿到了，那我就是第一。拿不到这个奖呢，那这个奖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拿到它甚至是一种耻辱，这就变成双标了。甚至啊，把有人提出，为什么我们拿不到这个奖项啊？把它视为一种叫讽刺、挖苦、敲打，这个不利于，对吧？进步。所以怎么说呢？只能说这个形势不太好，喉舌啊，这个能力也在下降，对吧？连胡一静老师写起文章来也有点
力不从心啊，有点这个心猿意马，有点这个马马虎虎，对吧？因为写文章的这些人，第一内卷，第二也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第三个这收入恐怕也在降，对吧？写这样的文章啊，也打不起精神，关起门来自嗨，那不就成了曹县吗？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开放的目的实际上就出去就照镜子，对吧？找到自己的不足，不是固步自封啊，夜郎自大，这不就是夜郎自大吗？你自己搞一套标准呗，对吧？这不就是乾隆的态度吗？泱泱上国，对吧？天朝上国，要你们这些破玩意，不知道自己跟世界差距越来越大，对吧？最后被别人一打一个傻眼，一打一个傻眼，一打一个立正吧。最后到什么地步啊？同时向14国宣战，对吧？不能这么搞啊，这不是开倒车吗？所以这个媒体啊也很有意思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